實夫拜虎。明朝時候，有個叫鮑實夫嘅孝子，服侍父母非常孝順。佢鑽研經書嘅道理，刻苦學習。後嚟喺太常里塾館裏面教書。到咗年底，鮑實夫要回家去看望父母，半路上忽然碰到咗一隻老虎，銜住咗佢嘅衣服，將佢拖到樹林裏面先至放低。老虎就蹲喺鮑實夫嘅面前，鮑實夫跪喺老虎面前，一邊拜一邊請求話：你要食我嗎？呢個係我命運注定嘅，我唔恨你，但係我家裏面仲有70幾歲嘅老父老母，你可唔可以允許我，讓我奉養我嘅父母終老？嗰陣時我仲活喺世上嘅話，我一定返嚟將自己送俾你食，你睇可唔可以？老虎聽咗鮑實夫呢一番話之後，就離鮑實夫而去啦。後人為咗紀念呢件事情，就同嗰個地方起咗個名字，叫做拜虎崗。實夫歸省，虎銜其衣，拜請不讓，竟得全歸。鮑實夫，侍親盡孝，明經力學，館於太常里，歲暮歸省，徒遇一虎，銜其衣，入林中，息而傳。實夫拜請曰：將啖我也，命也，唏冚。吾有父母年70餘，能容我不讓，吾久存，終還與啖。虎即捨去，後人名其地為拜虎崗。